伊是为着自在菩萨在大众中即种坐起，顶礼佛足，游绕三匝，中规插手。你别佛言，大悲世尊，讲为我等分别如是随顺觉性，令诸菩萨觉心光明，成佛原因不应修习利得成利。世尊，譬如大城外有四门，随风来者，非止一路。一切菩萨庄严佛国，及成菩提，非一方便。唯愿世尊讲为我等宣说一切方便暂处，并修行人总有几种，令诸慧菩萨及弥世众生求大圣者，速得开悟，游戏如来大智密海。作是意义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将离复属。你是世尊，各为得自在菩萨言：现在，善男子，你等乃能为诸菩萨及弥世众生，闻于如来知识方便。念经谛听，当为你说。是为得自在菩萨弘教欢喜，及诸大众莫连离听。善男子，无宿妙觉，遍诸十方，出生如来以一切法，同体平等，以诸修行实无有离，方便随顺，其数无量。原业所归，顺性差别，当有三种。善男子，六祖菩萨悟净圆觉，以净觉心，处净为行，幽定自念，觉识幻动，净非发生，身心克定，从此应灭，并能乃发寂静轻安，由寂静故，十方世界，自如来心，以中显现，如镜中性。此方便者，名舍摩他。善男子，六祖菩萨悟净圆觉，以净觉心，知觉心性，及以金顶，皆因幻化，即起诸幻，以除幻者，变化诸幻，离开幻象。由此幻故，并能乃发大悲轻安。一切菩萨从此起行，渐次精进，悲观幻者，非同幻故，非同幻观，皆是幻故。幻象应离，是诸菩萨所愿妙行。如图中描，此方便者，名三摩菩提。善男子，六祖菩萨悟净圆觉，以净觉心，不取幻化，及诸净相，了知身心，皆为挂碍。无知觉明，不依诸碍，应得超过碍无碍境，受用世界，急于身心，尚在定业，如气中虹，声出于外，烦恼涅盘，不相留碍，并能乃发寂灭轻安。妙觉随顺寂灭境界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。众生寿命，皆为浮想。此方便者，名为禅那。善男子，此三法门，皆是圆觉清净随顺，十方如来应处成佛，十方菩萨种种方便，一切
同意。该以如是三种事业，欲得圆正，即成圆觉。善男子，假使有人修于圣道，教化成就百千万亿阿罗汉辟支佛果，不如有人闻此圆觉无碍法门，一刹那肯随顺修习。尔时世尊欲中选此义，离说偈言：唯得你同志，无上大觉心，本质无离相，随顺诸方便，其数即无量。如来总开示，便有三种类：即正摄摩他，如镜照诸相，如幻三摩提，如苗渐增长，闪挪为即灭，如悲气中风。三种妙法门，皆是各随顺十方诸如来及诸大菩萨因此得成道。